晚5点钟，一个人赛车，敢若因为羊群熊熊行起来，赛车经过苗栗头份市中正二路的时，先去弄到停伫路边一只白色的轿车了后，煞来搁再弄到头前一只载囡仔的车。该在去当时，车内这囡仔拢已经落车，啊若无这声代志就大条。路邻一台幼稚园的下校车停伫咧路边，老师才打带一个查某囡仔落车了后，随就转去车顶，车门才打开，准备要驶走。无想到几秒钟了后，后壁一台银色的轿车熊熊出进前，直接就弄到头前的幼稚园的车，弄个落头真大，造成幼稚园的车按倒面斜90度。好佳在当时车的速度无紧。转来到现场，互人弄到这台幼稚园的车后壁的钣金拢总落落去啊，车卡嘛碎甲规涂骹，伫边仔白色轿车嘛受害，倒边车身的钣金规个凹落去，搁挂搁落顺，真大弄击的声响，边嘛有护军咧徛街行一个。白色撞来，然后花花车在这边，花花车撞一个走伊变安尼去哦，啊，了这几只人落来个。车祸就发生伫咧20号晚暗5点外，伫咧苗栗头份中正2路顶悬，这台银色的轿车驾驶敢若是因为羊群发作，先是弄到停伫咧路边的白色轿车了后，搁弄到伫咧头前幼稚园的车。好佳在当时幼稚园车顶的囡仔拢已经落车，警消到现场了后嘛，赶紧将这个驾驶送病院治疗。你驾驶安全气囊爆发了，然后救护车来就警察把他拉。肇事的52岁驾驶送病院了后，无啥物要紧。啊，若坐伫咧幼稚园车内底查某老师是倒手刺伤，即马警方搁要进一步来了解相关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